哦，而家4比0啊！南面五虎加呢個果園隊，係啦，對我哋呢個松山青培後4比2。係啦，你搞到好難計嘅40幾點？係40幾，有排加數啊！啱，你已經暈暈地啦，仲啊！分個位，我靚仔爭出，喂，哇，踩個位啊，踩個位好嘛？係啊，有啦。老家翻啦，你搞邊邊啊，老家？前面對住先。哦，對住，唔好碰上去，唔好碰上去，冇3分，唔使碰上去，唔好碰上去。好球，4比4。4比4，老家走食先啦，盒仔走食先，慢慢走，唔使咁急嘅。擋啊雷鋒華，盒仔你做個。哎呀，呢個五虎殺，唉，靚晒啊呢球！回防老家，前面嗰針邊個嘅？係啦。盒仔後邊嗰個你啊！靚 ，OK 嘅，防得靚啊！哇，個膝頭有啲高啊，起得。好住，唔好打快，等埋啲人到位對位先係啦。哎呀，落場啦，唔怕，有阿劍喺度，過唔到你阿劍。哎呀，繼續防多次，繼續。唉，冇問題，防得靚嘅都算係咁噶啦。唔理嘅。靚交啊呢球，吉晒啦，好波，6比4，反超2分，松山青培反超2分。靚交。哎呀 ，OK， 再嚟14秒進攻時間。阿力，哎呀，唔得啊！緊要防守。繼續，冇事啊！開過，停咗。繼續啊！冇叫啊！呢球冇叫啊，只不過大家都停咗喺度啫。係啦，開過，係啦。籃板。3分嚟嘅。9比4，中間個點啊，發揮唔到啊！阿恒哥個點啊，俾阿恒哥點傳一傳啊，恒哥個點爆發先得。就咁前邊射唔到，好難。喂，個個都接跑波都要帶一帶，好慢啊！咁樣會。靚交，繼續，靚啊！快快！好多衫，9比4啊！嚟個，有啊，好波，9比7。
加油加油！好，強打內線，3分嚟嘅，籃板，繼續籃板，哇，2個進攻籃板，11比7啊！強姦籃板喎，定位啊，定位啊！拉遠啲，合眾拉遠啲，走開走開，合眾拉遠啲，拉翻遠啲，係啦。OK 嘅，啊中傳，阿劍啊，呢啲要上噶啦，你傳吹3秒噶啦呢球，呢球正路吹你3秒噶啦，你再傳就，壓力 ，OK 啦啩？哎呀！攞位好辛苦㗎係嘛？內線攞位，內線攞位。唉，啲內線壓咗位俾唔到啊，有啲怒氣嘅。5秒進攻時間，3分嚟嘅。哎呀！冇，未過。冇你咁吹。壓力，7加，哎呦，11比9。下半場去低。差2分啊，仲領先，松山青梅領先2分，11比9啊。卡達攞咗4分啊呢節。靚啊！哎呀，攻死咗，3打2。OK 啦呢球，唉，冇問題啦，影到啦。好，打平。11平啊！又同一氣泡線啊！好，封到，繼續。2分嚟嘅 ，OK， 好波，止下血先。13-11。籃板，你2個走位你，合咗你擋啊！合總唔好過去，拉翻過嚟，係啦，唔好過去，睇住啲人先得㗎。哎呀，會，好波合總，靚防啊，靚啊！3分嚟嘅。OK， 掉打平啊！13平。呢節打咗9分鐘啦，13平啊呢節啊 ，OK 嘅都。好波，15-13。
3分嚟嘅，係射啊！呢啲波吉晒㗎啦。俾壓力佢話入啊！唉，大把氣，僆仔有咩唔夠氣？OK， 籃板繼續。哎呀，繼續。哦，17啦，7比10，17、13，4分波啦，落後緊呢個五虎。靚啊，繼續。呢球你嘅立中叻，哎呀，靚嘅，靚嘅，靚嘅，冇問題。有啦，7-5啊，17-15啊。靚啊！OK， 吉晒，又係進攻籃板，繼續又係進攻籃板，又係，哎呀！靚交，哇！哎呀！我唔怕，佢唔夠光可能 ，OK 嘅，唔好理佢。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仲係落後緊5分啊，唔係2分啊，17-15啊。哎，機會！一陣睇翻回放啊！一陣睇翻回放啊！唔知啊，睇到啱啱個人遮住咗。問啊，國際球17-15啊！17-15啊！撞一個！哎呀！靚晒，慢咗 ，OK 嘅，好波！係17平。哇！冇人接波啊！好，換人，重新清配，請求換人。OK， 搞掂。係啊。OK， 籃板。甩波走，靚晒！唉，大鑊唔識上籃嘅，有啦，識射，好反超，97，反超2分，啊，成場壓住啊，關鍵時候反超啊 ，OK 啊，防得靚。放咗。邊線。我喺你前邊喎，身體我都搶晒喎。唔係後邊，係啊，聽到係。係。唔係你。我話嗰邊嚟嘅，2號喎你啊，睇下2號嗰個。防得靚，3分嚟嘅，籃板，走啊！好嘅好。唔使，慢啲嚟，打到手。4打3唔打快。係都要行翻上嚟係咪啊？波佢做都唔到嘅。
打3個打快啲。唔係我煩嘅，叫走攬佢冇嘅。你自己打多個比較先啦。打快啲。係啊，我打咗邊老家左邊嗰啲你啊，你唔好走右邊，過去啊！有波位有手。你冇主動權嘅個波，嗰個逼佢先再走位。但係佢左邊嗰啲，右邊冇理佢，你睇後邊嗰波。哎呀，冇事，快甩波走，自己走。哇呀，呢嚿都有，21、17， 25分啊，25分啊，21、17啊。喂，你嗰張文章又慢慢寫啊，寫靚仔啲。寫靚仔啲。對住啊！係啦。有啦，好波。幾多啊？21、19， 2分波咋？做2分唔得啊，2分。早啲，係啦，幫佢。壓力，唔射字，起唔到 Q。再做，唔緊要。射得。遠得滯啊！5秒，4、3、2，哦！23、19，真係唔逼你，你唔倒計時咧，你都唔會射啊！呢啲波，唉。頂實，上都頂實，冇俾佢係啦。籃板，犯規。左邊你啊，唔好過嚟。我你上啲。喂，老卡，後邊嗰個你啊，你唔好理右手邊嗰啲冇理佢，右手邊嗰啲冇理佢係啦，佢有預防㗎。係啦 ，OK 得啦，轉走啊。OK， 犯規。防得好，卡達，你睇後邊嗰啲人，上邊嗰啲唔使理佢，睇左邊嗰個，唔使理佢係啦。繼續。冇電話。哎呀！放波！防得好。好，紅色對制犯規達4次啦，再射罰球啦。執實。老卡。係絕殺 game。老卡翻後，企喺佢前面，冇碰上去。係啦，企喺前面，干擾得冇噶，佢唔射嘅。哇！呢個藍月指揮官。入嚟，係啦，企度。未透波動作。企定。仲緊張過打啊！我哋藍月指揮官。OK， 23、21。打一球，2分啊！23、21啦。落咗位先。差2分啊！我哋藍月指揮官你睇，幾撚認真。5秒，4、3、2，哇！又係咁樣，唉，打咗20分鐘啊呢節。